个部分，我来小介罗师傅伫客家料理嘅发展。接下来，你就要来有请到你嘅主厨陆金焕主厨来到节目现场分享。大家好。主厨吼，老太家来讲一下，讲第一个你讲头路蛋糕这个道路上面，很用来去那个契机很嘛改嘞。其实我从小就生长在苗栗。然后处于海线这个地方，可是当我到公馆或者是山湾，或者是到山上的时候，就遇到很多的阿婆，然后煮的一些的好的料理，然后那时候就很怀旧我们客家菜的文风龙，还有一些的客家小炒，然后我就觉得说，那种怀念的味道永远记在我心里。然后到最后呢，我上了台北，然后来学徒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搁在那边，心里总是有一个热忱，希望能够把客家菜能够发扬光大，然后再有很多的机会上了国际的媒体或者上了国际的一些的比赛的时候，就把我们客家的元素融合在一起，才产生的我这几年来在餐厅里面开的一个川客菜的一个延伸。错，所以一个好像有一个客家的一个种子，对，种在我心里，对，种在心里，对，没错。弟兄会老给范永拱菜，对，又结合这个师傅的一个专长手艺，没错。跟中外有讲到，第二个5年前啊，可以那个罗师傅的，不但讲客家的。有那个川菜两个去做结合嘞，对，因为川菜它的腌制料很多，然后也跟着我们客家菜腌的东西很多。8年前要开这个餐厅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当客委会的一些的就是指导老师，然后全省跑透透，北中南东的一些的客家文化我都了若指掌。那我就说，我开餐厅，我一定要带动我的自己的文化，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把市文市草，然后把它做一个创意，然后再把我的川菜结合我们的客家菜，然后融合在一起，开了这个酱味川客菜。哇，但是我刚刚有听到一个重点哦，是的，四文四草，是的，西文西草，所以那没错，个客家菜的典故，动态的一个特色咯。是的。所以亚海你还没老太讲来讲一下，讲那个西文西草，也都带很用的来耶。对，就是我们婚丧喜庆的时候都会用到的，像我们的猪肉因为客家人很勤俭，甚至于内脏啊，甚至于整个猪。他都吃到淋漓尽致，这个就是客家人的勤俭持家的一个方法。一个精神对。不错，我记得讲像阿木卡，对厨艺啦、生的时间，是的，就会来做拜拜，是，而且准备按的料理哦。对，婆公生日的时候，我们就会拜拜这样，然后把那个3星来做客家小炒，然后做成四文四炒的一个菜肴的呈现。那今天就会老太家先带来一个西炒，其实讲到西炒啊，因为你讲的客家色炒，对。客家炒肉，对韩国有个竹虫炒姜丝，是，韩国有个鸭凤炒韭菜，对，根本要让大家更多的就会出了梦里梦里，梦里梦里炒车炒。